若知至愛者，其應善保護，三時中一時，智者須警護。如果知道愛惜自己，很好地保護而應保護他自己，在人生少年、中年和晚年三個年齡段中的其中一個階段，智者應看護自己。首先將自己確立於適當，然後教他人，智者方無過。首先，乃應令自己確立於適當的功德，然後才教導其他人，智者才沒有受指責的污點。如何教他人，己亦當作之，自調方調他，自調服最難。如何教導其他人，自己要做到那樣，自己很好地調服後，才真正地能調御他人，確實自己才是最難調御的人。自為自依靠，他人何可依？為自善調服，或難得依靠。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依靠，因為其他人有誰能成為依靠呢？只有自己通過很好地調服，獲得難得的稱為阿拉漢果的依護。自己所作惡，由自生自起，還摧毀蠢人，如金剛毀寶。就像由岩石所成的金剛能切碎由岩石所成的寶石，只有自己所作的，有自己而生的，源於自己的惡行，能摧毀無智慧的人。彼極無德性，如騰覆梭羅，如地獄相比，其自如此作。那稱為極無德的貪愛，就像攀藤攀前包覆着梭羅樹，猶如敵人想要傷害他，他對自己卻那樣做了。不善事亦作，言於己無益，善語有一事，彼實最難行。不好的有罪過的事容易做，但對自己無益，會導致苦戒故；而對那真正有利益的事和導向善趣與涅槃的好事，他卻真的極難做。蠢人依惡見，侮蔑阿拉漢，如法為生者、聖者之教導，如竹子之實，結果自毀。那無智慧的蠢人依於護硯而侮蔑如法為生的阿拉漢的諸佛聖者的教導，就像竹子的果實，讓竹子自取滅亡而結果實。為己能作惡，為己自污染；為己不作惡，為己得淨化。淨不淨由己，無人能淨他。只有自己才能作惡，自己才能污染，自己才能不作惡。只有自己才能淨化清淨，不清淨靠各人自己，沒有他人能淨化其他人。利他時雖多，亦莫忽己利。明了己利者，當勤求己利。即使有再多利益他人的事，也不應疏忽自己禪修的利益。清楚觀察了自己的利益，要致力於追求自己的利益。